台东这边嘛是落大雨，传出灾情，关山这边呢芳瓜田浸水，上万粒的芳瓜是拢害去。也县府初步调查这关山唔那芳瓜，也有万当地的鱼啊是淹死，已经达到天然灾害救助的标准。县府表示讲呢，会继续统计损失来做这个补助的评估。 伫关山镇碧南溪这搭，农民白田来种面积比价的洋芳瓜，不过22日小连续落大水雨，未采收的洋芳瓜泡水泡到烂去，原底农民按算会当有200多万的收入，即马全部乌有去，只有是勉强采收少量较完整的芳瓜减一损失。不采，等到它再来10几天来看灾。 这个瓜也全部烂光光，那我们损失更惨重。有一户洋香瓜的这个农友的部分呢，有比较明显的一些灾损，那这个相关的速报也已经提报到县府这边，那县府会尽快的与相关单位来去共同的会勘。 县府这几天初步调查，有部分大雨期间无法度受粉的大白石溪，也可能会有因地性的灾害发生，请农民爱注意。另外，伫万东洲仔鱼仔的部分，关山镇公所已经通报鱼仔受损，农业部也公告关山镇鱼仔灾情达到农业天然灾害救助的标准。不过，即马台东市甲碧南乡的产地，农民也买袂到鱼仔，因为鱼仔场的鱼仔也受灾，可能要到9月才有鱼仔会当捕着啊。 秧苗泡水泡太久都坏掉了。如果有其他乡镇的这个秧苗场的部分，如果有相关的一些灾情，请尽速的呢向所在地的公所这边来去做反映。 县府提醒农民，大水雨了后要注意农作物生长的情形，若是发现因地性的灾害，要记录保存证据，才可向各乡镇市公所提报勘灾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